我去，哎呦我去，哎呦你干嘛？我给它放个尿啊！这个龙虾花了我3000个大米啊！咱家老铁能不能给我3个双击？你别动啊！哎呦，哎呀，放个尿啊，再下锅。好了，下锅啊！一会儿开灶啊！双击加关注。哦，哎呦我去，你下去吧。鸡，好大！哇，吃什么补什么啊！脑子不够用呢，补脑子。听说手速越快，老弟的双击越多，对不对？哇！等了好久啊！哇！哇塞，看这大肉够不够大？来点调料，想吃不？继续开灶啊！芝麻开门，来个大鸡排啊！看看。哇塞，好大！一个礼拜回来一趟啊。2个礼拜。